最近，国民党团伫咧立法院新会议时提出，要甲废核加园的概念转做废炭加园，佮表示要提案修法，甲核电厂的使用年限对40年延长到60年，引起环保团体反弹。因为讲目前的核电厂已经确定除役，应该要甲资源用来发展再生能源。顶一日核三厂大火烧，核能安全问题搁再引起讨论。加上伫今年5月17，核三厂2号机就要除役。最近在野党伫立法院新会议提出要推动核电厂延役的修法，要甲原本的使用年限40年延长至60年。拜日下晡，环保团体伫福岛核灾14周年的座谈会表示，认为目前已经决定除役，就要好好将资源投入再生能源。认为在野党完全无顾虑核能安全的问题。你如果不愿意的话，3年前就要提出除役计划了。那目前核1、核2、核3都已经依照，就是刚刚讲过，依法行政提出除役计划，那就会变成一方面除役，一方面延役，乱象嘛。环保团体表示，真烦恼在野党因为伫国会占多数会强行通过修正法案。不过，也有民间团体认为，伫台湾用电需求愈来愈大情形下，核电延役的电价成本较低。延役的话，它的好处就是可以继续用比较合理的成本来去提供这个无碳的电力，那就是有助于我们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。全世界上少的电就是核能发电，太阳能加着风能呢，发电已经不足。那么火力发电呢，又搁有排碳的问题。去到后面，所有未来的碳排要扣税，碳税的部分会愈来愈严重，成本嘛会愈来愈大。国民党立委谢龙介表示，伫立法院新会议，在野党会更加重视民生议题，甲相关能源法案大先放入议程，推动台湾对废核加园转变做废炭加园。目前立法院计共有5种修正法案，22个提案，核能的议题定定会是这个会议的讨论焦点。记者梁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。